你会怨恨妈妈离开金家，也不过你也相信妈妈绝对无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代志。无需要你甲我斗相共，我有目睭我家己晓看。拜托你，去找你的客兄，伊万莫阁出现我的面头前。你走，你赶快走啊！妈，别叫伊妈啦，把伊妈妈走已经死啊！哥，你哪能就回家给妈妈啦？今晚生日家属，黄小姐，阮爸爸是安怎样？今老先生顶醒啊，医生讲会当转去普通病房休困啊。多谢。李白，安怎？你的后生就是唔肯接受你的好意。我感觉即马已经失去我迄两个囡仔，因若唔肯接受我已经离开的事实，甚至即马连叫我一声妈妈都唔肯。有可能，我知你为着我付出真大的代价。是讲，你若真是要栽培金明，我就安排甘明静去新的职务，让金明去接管总裁的位置就好啊。田先若是甲江明静为高宝集团总裁补助救的，江明静哪有可能放我煞？到时阵，伊若对田心讲出当年的秘密，我是稳死。你若是对甘明静歹势，我就由我来出面啦，伊绝对唔敢有意见。田先，你今做安尼安排，我会真感激。金庸无可能来。那呢，过去我将迄块地形互金明，问题就解决啦。囝是我生的，伊的个性我真了解，伊绝对无可能接受咱的帮助。我若明静，伊安尼对付金庸，徛喺做妈妈的立场，我一定是想要保护我家己的囝。不过，换一个角度去想啦，互金庸了钱，就当做是伊学做生意学经验。好啦，不管你安怎想，决定要安怎做，我拢支持。但是，你有一个心，我就足感动。金明是你的囝，我本来应该收回连份。不再讲，你对妻儿嘛真有耐心，我心内嘛足感激的。你妈来讲，这拢是我应该做的。只是好好照顾妻儿这件代志，我煞一直拢做不好。有可能，早晚啊，早晚妻儿会了解你的用心。好。小秀才，李白，要看新办公大楼的时间到啊，车嘛准备好啊。好，我随来。田先，是要看什么新的大楼？我离开日本新龙集团有一段时间啊，袂当无自立门户啊。我要为你，为咱的将来打拼。你感觉这栋大楼看起来安怎？袂歹啊，看起来真气派。我已经甲规栋大楼拢买落来，准备要做宇宙集团的总部。但是这个家具，我是无满意，想要拢叫换换。我就为这开始，将我的事业推向另外一个高峰，骑入台湾，放眼天下。田先，我是一个无因管事的人啦。回弟，妻儿嘛真讨厌看到我。我是毋是会用在你的身躯边，甲你斗相共？无也着安尼，
我甲七号的关系会用较开心的。玉芬，我嘛是这个意思啊。台湾的市场你嘛真熟，有你伫我的身躯边斗3工，生意做起来一定无往不利。以后你就是这规栋大楼的女主人啊！原来这几工你就是去无用这间代志哦，哪会较早甲我讲？互你一个 surprise 啊！以后你就踮遮处理公务，领导我国内外所有的员工。真是的。亚洲12国，欧洲7国加上美国，澳洲的分公司全部互你管。安怎？有迄落号令天下的感觉？啊，毋过我无三条绿笔啊，一个人免来分的过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准备真侪优秀的人才来甲你斗3工。我要来忍心，花所有的人伤忝。我要互你的，嘛是名，你上重要的，是有钱嘛买袂到的尊贵。但是啊，这世人有你，我就无反悔啊。我这世人活着，嘛是为着你一个人。吴勇，嗨，甲公司职员的名单给我。是。这是总公司各级主管的名单，你看没？若是无介意，就给划掉。彭志强，无毋对，是伊啊。伊是安怎？无介意伊哦。伊过去敢是恁高部队的战士？是啊，我是在想讲，你哪会想到伊？自从伊来找过我了后，我就发觉伊这个人头壳袂歹，有才能，而且佫重情重义，是一个可用之才。若无恁国部队是安怎遐尼器重伊，而且佫想要救伊入来企业体？安尼，伊敢有答应要加入咱的公司？我袂甲伊联络咧，也毋过我相信，无人会甲钱作对。我爱想办法，互中义甲彭志强互相赞赏，无法度入来公司。若无，我是要安怎掌握全盘，变成我周玉芬一个人的企业呢？你哪会当安尼家己走你来搬物件，搁甲遮武甲乱糟糟咧？哥，你紧看啊！实在足可恶的，还是嘛要花时间嘛，甲遮所有物件拢搬走，搁威胁我。哥，那安尼咱即摆是要安怎啊？景文，你免惊，阿爷想办法来处理这代志哈。你总是你说的好，土地公司啊，大家也遮乱啦，武甲出面隔壁，只敢啊来找我抗议啦。你也看卖啦，别来甲我讲到乱七八糟啦。操，歹势，头落你啦，我一定赶紧叫人啊，甲遮整理好势啦。免啦，算我较衰啦，啊金我会退互你啦。对即摆开始，这间厝袂搁来阻你啦，出去啊！哎，出来给，出去，出来给，你快点，出来给，出去啊！出来给。遐个土地公司的人是真过分，假使继续安尼落去，你甲金融安全一定会出问题。我看也是赶紧报警。袂用的啦，确实是阮欠人钱，钱经用的都无代志啊啦。金融这边到底要赔偌济？我嘛毋知影，毋过佫会表明，虽然是真坚强，也毋过伊的心内其实是真痛苦，嘛无能为力。伊嘛惊阮爸爸知影会烦恼。我即嘛生活内真正乱糟糟，我嘛毋知要安怎做才好啊。可惜，我无能力再甲金融斗相。今麦，这个时阵，金融一定需要人来支持甲安慰，因为伊对我误会真深，我无得去安慰伊。你一定要陪伫伊身躯边，千万毋通互伊失志。我知影啦，你有这份心，安尼就有够啊啦。我看咱做阵也是莫见面啦，若无阮哥哥知影，大家会闹我无欢喜。我了解。今麦，
最近为了安全，你千万唔通一个人四处走。若是无人陪伫你的身躯边，你会当找我，其实是阿鲁吧。我知影啦，你免烦恼。玉文啊，我今日足欢喜的。为着咱的医道集团你要成立啊，干杯！干杯！好啦，干杯！啊，干杯！等一下。奇怪，田生签到的犯罪证据到底是怎一对？大哥，代志办了安怎？顶多头找我见面，讲警方有查到，本子用仓库无再来线索，我已经叫伊将所有证据拢毁掉啊。敢有确定？有，是等我面将所有证物拢毁掉的。真好，安尼就唔惊警方会查到咱身上。甲这张支票交予张督察，就讲是社长送回的车咧。好。还佫有，这件代志千万袂当互社长知影。我知，安尼去。行。虽然无查到田生签到的犯罪证据，却无意中去查到中医是要炸死彭志强的幕后主谋。这声一定会互中医甲市学变，到时就有好意通靠。刘督察，丁夫人，啊，歹势，伊道夫人，咱会遮拄好，伫遮拄着你啊。我是专工来找你的。有代志哦，敲电话吩咐一声就好啊啦。那甲麻烦夫人你亲身走一撮。是安尼啦，伊道社长对彭志强仓库爆炸案件到即马还未结案，伊感觉真无欢喜哦。当然啦，我嘛知影张督察你非常的无言，我嘛有替你跟伊道社长头前讲过话。也毋过，这件代志，我感觉你也是亲身去向伊做一下解说，较比伊误会你讲无尽心尽力。一当的啦，一当的。我嘛伫咧找机会哦，向社长上报告。对啊，好啦，阮阿妹哦，要去头前的日本料理店食饭啦。对外人趁这个机会去向伊好好解说。也毋过，千万毋通互伊知影是我甲你讲的，若无我就歹做啦。多谢夫人，多谢。等下，你要创啥？请问伊道社长是毋是来对食饭？不用，嗨请张督察入来。嗨，社长上。张督察，遮拄好你也来食饭哦。朋友约我来吃饭啦。我听头家娘讲，社长上嘛伫遮食饭，拄好我有代志要向社长上报告。有
有关彭志强仓库暴杀的案件，我已经把所有的证物拢毁掉啊！请社长放心，绝对袂可能对中少爷心伤。因为这个囡仔做代志真无定心，一切麻烦丢到场。社长上唔通遐尔客气啦，定定受到社长上的照顾，这是阮当做的啦。真多谢，连刚拨一时间，我好好请你一趟。多谢多谢，那呢，我想来这。这个囡仔愈来愈奇怪，竟然敢违背我的命令。先生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不用，打电话谈谈游戏，叫人出来见我。我真唔简单，改变我的看法要原谅你，互你请我看电影会死嘞。岛上什么了不起的代志啊？叫你一直来等你，我唔管了，电影要开始啊！紧嘞！等者，我搁要去食牛排。切哦，莫阁闹啦！岛上来找我，一定有真重要的代志。等我甲代志处理好了，我甲带你来看电影食牛排，好无？你心肝内吼，就敢若有岛上啦，说大去啊！若毋是看到卡上的面子吼，我就无爱插。岛上，岛上，陪我一摆。你讲你是做啥物哦？岛上面神哪会遮歹看？拄食恁岛上，食饭食到一半，都安尼气吵吵，讲要倒来见中去。你是啥啊？我敢有甲你讲话？你讲了嘛对啦，但我在这个厝内也无啥物地位啊啦。假使讲我若是有地位，我就会赶紧入去内底替公义讲情啦，较免呢吼一直啊受苦。岛上，把刀举起来，刀举起来，为我这情感拄落。岛上，你是无听先，叫你把刀举起来。岛上，举起来。为我把你当作亲生后生的看待，你竟然反背我，不如举这支刀啊，为心头甲拄落，我死死较快活，免得我怨叹。举起来有听无？你敢是真有气魄，敢杀人啊？敢唔听我的命令啊？啊！举起来啊！拄落啊！笨手你，举起来！举起来！来啊！这摆是你创啥？我是叫你举刀杀我，你是你创啥？我唔知影是安怎岛上你会发这大脾气，要叫我杀家己的老爸，我甘愿自杀。你可唔知你家己做唔到什么代志是？唔知，你敢搁讲一句你唔知？唔知就是唔知啦。你若是感觉用迄支刀啊杀人袂爽，规气用你的炸弹来对付我。安怎？表示你生气啊？你知影对无？我无话通讲，留在岛上你活动。我千交代万交代，你是臭的人，目睭青面无看的心，你看袂清楚。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要利用彭志强的才能，为我的事业拼天下。什么人都袂瘾去卡的，你听无晓？你是无听的心。彭志强拢伫岛上面头前假好人巴结你，好不好？我欣赏你，著目孔赤，眼中著无我这个岛上心。我上怨恨违背我的人啦，尤其是你啦。你栽培甲大汉，你竟然敢反背我，你！起来啊！就算讲岛上你甲我拍死，我嘛只有抓甲彭志强洗不了脸。这个算你好运啦，后盖有机会我赶快要甲架死。你是讲啥？啊？你唔知根本就要互死，这就叫做架死，这就叫做架死哦！啊！你讲，你想要害死志强，要害伊回心碎骨？岛上你讲啥嘛？我听你讲，现在甲我讲。你讲啊！你明知影我爱志强，我爱伊，你是安怎下毒手？
你的理想，不是啦。龙毅，你讲不是就不是哦，你不想要做完你的，你当好死人啊！唔免等后生啊，我这世人我就做会到。我不是你的逆生，我是你的翁婿，翁婿。我你是起笑先，你是起笑先。你起笑，你有没讲啥啊？董事长，你快点讲啊！龙毅，我甲你警告，你甲我点的。我已经忍耐真久，桌上你亲嘴甲我打，啊，即摆恁一个欣赏饭子，一个爱饭子，啊，我终于伫咧这厝算啥？我今仔日一定要当手下面，甲话拢讲清楚。讲啥物？董事长，你是在讲啥物？七号，无什么代志，来，咱出来再讲。笑，桌上真早就答应要甲你嫁予我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不准任何人对我的身躯边甲你抢走。龙毅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亲嘴甲我答应，你向讲话算话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甲七号嫁予我对。你一直都在骗我，你骗我！七号，你甲我当作是啥物？甲我当作是物件，拢无问我的意见，就甲我当作是零钱送出去啊！七号，桌上这个意思，桌上绝对袂害你的。啊，我讲，你差点我害着自己，敢不是？不是，是我差点要去害着自己，是我，因为我是你的查某囝。七号，我是你的兄妹，这个就该是信不信？信不信？七号，你别讲啊，我无爱听，你根本是我的逆讲啊！这个是我的董事，这个是我的逆讲，除了靠上于我，你就是我上亲的亲人。啊，不过，你两个竟然甲我骗，你根本就无尊重我，根本就无我家己做主的权利。暗中就挂住我一世人的幸福，我做袂到，做袂到。七号，即摆啥物人去拢无人，只有一家伊的怨恨。大仙啊，七号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我看伊来摕口口走出去，伊是查某囡仔人了，一个人出去会发生什么代志无？不有，嗨，报我大小姐。嗨。代志哪会变到安尼咧？我到底是做唔对啥物啊？是安那我身躯边的人拢走遍啊！迄个厝嘛已经毋是我的厝啊！我哪会行咧来到这间因兜啊？我知影，因为只有这间会用安慰我，伊是我唯一会当信任的人啊！当阮爸爸的病情若是较好啊，阮哥哥的心情就会较好。那安尼，你就当恢复到较正常的以前。我知影，金明即摆真需要你的支持甲鼓励，可以等于陪你。若有代志，打电话我本来阁噩梦，这个会当甲我安慰，想袂到我的爱甲遮尔痛苦。志强，那安尼，我要先来走啊。拜。志强的身躯咱就敢若有间外子，根本就无我。是哦。
实在是无应该来的。我真正是有够讲的，我真正是有够讲的。你一穿就拍因规家伙啊，家庭不宁，连因天生的查某囝都无法度体谅伊。啊，即马中医甲市哦，两兄妹啊，搁闹啊避面，因无可能联合起来要对付你。伺候迄个死查某鬼啊，食无三百应菜，想要上西天，想要甲我搭，还搁早。啊，毋过我想要伫伊毋哪安尼呢？市哦已经是你的手下败将，你还搁袂满足是？迄个死查某鬼啊，离家出走啦。假使讲，伊若是发生什么意外，譬如是互绑票，或者是谋杀，我会感觉较满意。阮啊，安尼敢袂伤过凶啊？市哦只不过是个查某囡仔。王子，人无伤好心，我有伤人意啦。只要迄个查某囡仔一个一工，天生就无可能娶我入嘛。逐工放一个眼中钉伫我的面头前擦我的肉，就不如规山甲错掉，较免那麻烦。我了解，既然你无想要记着伊，我就予伊永远袂在你面头前出现。安尼还阁无够。王子啊，就亲像你所讲的同款，伊只是一个查某囡仔尔，冤手人也无济啊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你做你放心啦，我一定爱我下骹手的人，做我甲真的放弃同款，袂互林天生怀疑到你身上。王姐啊，天生有派的保镖武勇伫暗中保护市哦。既然会当做天生的保镖，骹手一定袂歹。你是毋通看轻伊哦。哼，免互人伫交困。毋讲伊的保镖骹手偌好，我有办法治。那安尼一切都要拜托你啊。武勇若是向天生保护市的下土，我时刻就会通知你。嗯。因规家伙仔婿的人，看起来拢毋是真有钱，啊，毋过笑到遐尔快乐，遐尔满足。阮厝虽然有钱有势，我煞家己一个人坐住在遮流目屎，是安怎？是安怎别人遐尔简单就因得着幸福，我煞袂用的。即马倒上心目中。就敢若有椒药火迄个，互你食，根本就无咧管我。我上敬爱的哥哥，都变成真坏心的人啊！竟然讲我娶我是个小妹，卡嫂，我是要安怎？遮拢无人要治我，我开去转去日本，至少还阁有你，甲阿公会当疼惜我。倒去日本之前，若是会用到这个安尼手牵手散步，我就心满意足，无遗憾啊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嘟声后开始计费。志强，你即摆是咧创啥？我足孤单的，你若听到，紧打电话给我好无，志强？水果鱼啊，你若家常伫这咧哭，来，我来陪你吼。你别哭啊！你要创啥？无要创啥。我警告你哦，你
你莫有别来哦！啊，若无我倒上，要放你甩！我足惊的啦！你到底是要做啥啦？电话来去。你两个都是怎么了？你莫想骗我！不要！你哪会是啥？你不是去调出来，放我倒上！是啥正常拍甲你保护的？什么保护？根本是群众！小姐。对方是什么人？多少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看，有人存心想要利用七号来威胁我。你目睭了我金金嘛是要创啥？敢无一定是我做？七号处处咧甲你做着，伊早就恁心肝头一支刺，敢是？等一下，自头至尾，我一直甲七号当作是我的亲生查某囝来看待啊！中义，你唔通伫遐讲话无气，随便咱玩闹无？你敢就大讲你无？我本来就无啊！好啊！佮唔知是啥，家己人就先忘去啦，先甲七号找着才要紧啦。才人较要紧，我即摆就报啊！报什么案？万一引起对方生气，会对七号不利。咱家己骹步爱徛稳，至少先要了解。对方的企图是啥物？我一时着急，嘛无想遐济啊。不过天生啊，七号是一个查某囡仔呢，万一……同意。通知欧雄，查出来看是谁甲七号压走，先甲七号平安找回来较要紧。嗨！是不是都记袂着靠送到志强啊？原来手机还伫遮，真是无偷神啊！志强，你即摆是咧创啥？我足孤单的。你若听到，紧打电话给我好无，志强？水果你啊，你若家常你这来哭，来，我来陪你吼。你莫靠我啦！你要创啥？无要创啥。我警告你哦，你莫有别来哦！啊，若无我倒上，要放你甩！我足惊的啦！你到底是要创啥啦？七号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这是小姐来现场的手机啊！小上尾一通电话是卡啥？是彭志强，无用无完事，小酒厂的交代，保护小姐，请小酒厂出来。我甲你讲，七号若是平安倒转来，一条命算你捡着，若无，你等你死我看。嗨，是。你说谁说？你来创啥？我来生气。你免加好心啦，七号是不是你阿走？七号互人压走去，我真高假。
紧甲七号放倒来。哪个？互你是安怎么控制你是？人若是伊爱，伊即摆来找咱要创啥？伤死啊！倒啥？谢教授，我嘛是听到我的电话内面七号的话，我惊伊会出代志，所以才我来遮。伊甲你讲啥？伊出代志的时阵，等咧老话讲我。志强，你即摆是咧创啥？我足孤单的。你若听到，紧打电话给我好无，志强？水果鱼啊，你若家常你先来哭，来，我来陪你吼。你莫哭啊！你要创啥？我要创啥？我警告你哦，你莫后悔来哦！啊，若无我倒上会放你甩。我足惊的啦！你到底要创啥啦？拢是我想要疏忽伊。伊虽然个性坚强，也无敢若讲，伊嘛是需要老爸一个囡仔。伫块查某囝上需要我的时阵，我煞无伫个身躯边。谢教授，来，赶紧甲七号找来。这敢需要你讲？谢教授，我捌答应过你，要好好照顾七号。七号即摆发生遐尼严重的代志，讲起来，我嘛有责任。彭志强，卡出七号然后的差错，我就爱你付出代价。同意。即摆上重要的，七号找回来。我若无你怪，你是咧创啥？倒啥？谢教授，多谢你无怪我，要不过我也是为了七号安全负起责任。卡出有除我斗相共的所在，做你开嘴。喂。彭志强，你若是巧，为即马开始离阮兜较远的，莫阁过问七号代志。多亏我的朋友离开我，要若无，我绝对袂离开我的朋友。你甲陈心爱发生关系正正，嘛是朋友，敢毋是？我毋捌做过对不起朋友、对不起兄弟的代志。心爱是金庸心爱的人，我甲心爱是亲爸。彭志强，你要甲金源、心爱博什么感情，迄是你的代志。啊，毋过七号你袂使磕的，你莫想讲我毋知影你咧动什么脑筋。陈心爱你心了善啊，金价倒啊，你嘛无法度搁对金源身上摕到什么好处，所以你就想要转移目标，利用七号，得到一倒厝的财产。你当侮辱我，要无别当侮辱我的朋友。听起来阁真有正义，你就是用这波甲你身躯边的查某人骗到戆戆死对。别讲我，你若想要动手，做你动手。要不过你若是拿出我的看在你的威胁，你就无了解我彭志强。我知影你是一个唔惊死的人，啊，不过你唔通逼好伤人。你会当试看卖，你若要开枪，做你开枪。志强确实有欺骗，啊，不过我嘛毋是伫咧别人背后开枪的人。总有一天，咱两个一定要拼一个生死。除条件中顶的滋味真好吼。人一看在天生是做金口，要到七号迄个日本新房做的外公的混血，迄个死查鬼啊！我两支镜头顶着甲电视。好啊啦，啊，当这四查鬼啊，要抬要挂，事在你咯。唉，
即马天生对这个查某囝是一点仔办法都无啦，逐工赶爱找，更爱心的。我真想要讲的啊，天生若是发现七号尸体的时阵，会有啥物反应？安尼就甲解决掉，敢袂伤可惜？你的意思是讲，即马人已经落在咱手头，所以咱要利用七号甲天生卡有心。七哦，因讲是底大鬼吧？先莫条件，我拍算要甲天生先接偌几工，才甲伊讲条件。等候钱摕到手，我就顺你的意，互七哦永远消失。这个计划是真好啦，也毋过天生即摆已经派蒋冠帅老大乌上的去救七号啊！啊，即摆南北二路的兄弟全出动去找安尼，王子啊，咱都要提高警觉。那道上兄弟交互我就好，安啦。你安尼是咧创啥？我对不起警界的祖先，我对不起你，警界最后的产业全部败在我的手头。我是警界的了野仔，我是警界的罪人。对啊，紧起来。金瑶，爸爸毋是无加减过日子。爸爸用的白手起家，你嘛会用的。过去这几十年来，爸爸为着事业，无眠无日的无闲，拢无时间来陪伴厝内的人。即马有恁兄妹陪伫我身躯边，我真都感觉比以前搁较幸福。搁较多的钱，嘛买袂着亲情甲真实的关怀。对爸爸来讲，有恁兄妹伫爸爸身躯边，就是上界温暖的家。爸，金瑶，紧甲咱的祖先讲，咱搬厝啊！警界做工做嘛，我有算金融惹出这么大的代志，败尽家产，害恁对我做伙落魄。我有算金融在这救助，总有一天我会趁更较侪钱回来，光宗耀祖，重振警界的门户。我想要安怎？阮学道的规矩啊！我本人啊，同看袂起迄种欺负查某人的行为啊！你放心，有我伫遮，无人会甲你安怎。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啥物要后人来遮？啊，你掠来是为着要恁兜的钱啦！啊，你即摆是我的摇钱树，放心。我会甲你当作阿妈，甲你款待。来，小便当摕来。是哦，小姐，来，请用啊。小姐是不是有毒啊？我不爱食。哎呀，我都讲过啊，你是我的摇钱树，你若死，我一寡钱就攞去啊，对无？所以啊。你好好啊食啊！我讲唔爱食就不爱食。天生啊，你莫那着急啦，
先坐来休困咧。安怎？是毋是电话来？无啦，电话也无买响过啊。你是臭戏人是？我是讲手机的声，手机啊！不用，嗨，我的手机啊咧，我的手机伫倒位？伫咧遮。天生啊，我讲哦，你是毋是内底休困啊？莫去歹身体。我不会啦！就是我的查某囝，伊是我的贵族，伊的性命比我的命更较重要。我知影，也毋过我惊你的身体会袂堪的啊。奇怪，对方哪有可能无打电话来讨钱呢？是毋是电话歹去？无用，嗨！报告小队长，电话是通的。通电好上，到底是咧创啥？看即摆对方是什么来路，拢查袂着。嗨，天生啊，你较冷静的，先啉茶。不会啦！你是要叫我安怎冷静？你叫我安怎向小可交代？向小可伊老爸交代？你的痛苦，我敢会唔知影是？我嘛共款失去我的后生查某囝，敢唔是咧？我安尼做，到底是为着啥？小芬，你为我所做的牺牲，我拢知影。但不过我即摆心内作烦的，请你体谅我好无？我唔能会体谅，也毋过看到你遮尔着急，我的心肝都亲像倒挂共款痛苦，你敢知？我真是想袂通呢，到底是什么人，佮七号白走的？想咱连一通电话都无，奇怪，根本无需要钱。小坤，七号是不是？呸！莫讲歹计条的话，我想对方应该是调工咧拖延时间啦，庙里等到新光开道的时阵啊，才向你开嘴，安尼伊唔才会当摕一条大条的。无论偌大条赎金，我拢会答应。只要应该七号甲我绑回来。我知影，这个人是咱的姚诗秋，你着要好好甲伺候。好姐，去哪里哦？啊，啉一下爽快。哇，冬年歌厅，玉露红花青，玫瑰佮重现江湖啊！今日什么代志遮尔欢喜啊？大家天心遐啦，都要假做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好太太，搁着要陪伊为着七号的代志，哎呀，着急伤心，烦都要烦死啊！我是真无简单，才有机会出来轻松一下。哎，你稍等下，我早要通知你一件代志，我保证你轻松袂起来。什么代志？拄则叫我敲电话来，讲七号迄死查某鬼啊，绝食抗议啦，唔肯食物件。绝食抗议哦，真简单啊！我若无爱食哦，就我枵死啊！哎，你讲什么话啊？伊来枵死，咱唔是做白工的。你放心啦，天生即马为着因查某囝，是烦恼到敢若变神经病啊啦。刷倒来，咱就等进行咱下一步的计划啊！我准备啊，天生为伊的查某囝付出的计数1000万，那安尼1亿，100亿，100亿，你是讲真的？我敢有亲像在甲你滚算笑？你敢知影100亿有偌济呢？啊，搁有啦，咱是要哪去摕迄赎金嘛？就算讲林天生肯还咱遮个济钱，这大笔钱会寄动到银行，刷落来嘛会寄动到警方呢。到时阵咱一个都走袂去。你放心啦，要哪摕赎金，我早就已经想好势啊。天生也毋是戆人啊，为着要保全因查某囝的性命，伊是绝对毋敢讲出去。喂，舅母诶，佮什么代志啊？哎呦，迄小狗要起叫了啦！哎，你唔睇我，这个兄弟是不是其他人啊？你怎么睇我？我死你看！哎，慢啦，慢啦，哎呦！啊，我赶紧出去哦！哎，慢
子，去哦，阿姨，去哦阿妈，拜托的，你莫死啊！你若死哦，我有半世人食就落落去啊！只有迄个查某鬼啊，根本弄病，要家己自杀啦！听我的，你甲迄个死查某鬼讲，伊要弄病是要家己拢会用的啦。也毋过迄种死人款吼，是比鬼搁较歹看。死到伊的男朋友是无介意哦。这种千金小姐，毋惊死上惊歹啦，也搁较惊迄个彭志强无爱，看伊搁敢闹无？哇，啊是你厉害，我实在是佩服。咱摕到人生的赎金，你分到50亿了后，再来配合我嘛，还搁会付的。 50亿，你要分一部给我？凤姐啊，你是我的结拜大姊，又搁是这个代志上大的功臣啊，无分一半给你，敢有道理？玉芬啊，我就知你这个人有情有义。50亿是算啥？我要伫的是规个胰岛集团。七哦，时间就晚了。七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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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啥？我有大小姐的消息无？小先生，我想，我想，拄只少年拍电话来，载走小姐收押车已经查掉。那呢？去查出对方是啥？卡徛在我头壳顶，若是查出来，一生我死。多少？多少？回来再想想。一头一批，证明讲七号我的。啥？你爱100亿啊？对方爱100亿，我爱咱用准，阮甲公海交款。是毋过咱这件大啦。天生啊，因当作钱是咱兜家己印的心，咱即马哪有100亿的现金啦？多少？我来甲因谈判。对啦，天生啊，先莫答应你啦，我同伊去因谈判。免个，免去太假，我免让七号受到任何伤害。我讲安尼啦，我的户头内底还阁有200亿的现金伫，我先敲一个电话给银行，叫因准备，我才来领。不管对方是啥物人，甲我作对，等我查出来，我死个真歹看。啊你哦，哦，你当作我头一天出来佚佗啊？要对我手中心逃走出来？你小心哦！你这鸡巴干！喂，舅妈的，迄个车查某有加较乖无？我办代志足有路的，放心啦。叫落一寡话，讲较可怜的，叫老爸赶紧来甲叫。OK。只有姊啊，只有阿姨，只有阿妈，来，拜托的，帮我录一下音呢，通阮头家哦，下去互恁老爸听。安尼吼，我保证你马上当得到罪。
应该讲咱两个做伙得到自由啊！来，讲个较可怜的哦，安恁老爸凯要紧甲你救回来，哈！来，你要死呀！七号，七号。哎，鱼龙社长，恁查某囝啥无啊？啊？伊真无乖哦，把我了真济麻烦，钱紧传好。啊无我无耐心，搁等待落去啊。恁开出来要值700亿，又搁要我准备存去公海交钱，我拢答应。不过，你总爱花时间准备。哦，洪子也甲我骗，甲我讲这500万，伊着暗降99亿9500万，天差地。喂，100亿你需要时间，那咧100万就免时间啊啦吼。什么意思？恁查某囝是千金小姐，逐工爱食好啉好的，起码钱若袂爽到底，使性地物件袂我讲派。你先传100万，准我做所费。只要保证阮查某囝安全无问题，一切拢好讲。你都交钱？哦，要知影当遐遮爽快吼，我着甲开200万。你都交钱？我会搁打电话甲你讲，毋过也毋过啥？我无爱你公司的人摕钱过来。好，我家己去。我讲，冤底我无爱，无冤底做过兄弟的我也无爱。好，已经为定。水，伫你的信箱内底一支手机啊，你叫你的人去摕手机啊，等我的消息。开，通知会计部，准备100万现金。多少？你敢有确定七号电影的出来？好，听到七号骂人的声音，是无唔对啦。多少？钱我来送。无咯，我去送。免的，你两个拢免下去。所有公司的人，甚至是道上的朋友，对方拢警告过啊，拢不准去。因要伫的敢是钱，啥物人送是共款。你问我，我要问啥？七号伫伊的手头，我不当冒一点仔风险。安尼是要叫啥物人去？较适合。志强，对，伊上适合。倒上，七号当你危险，唔是你乌白食土的时阵。好，那安尼，互我对伫彭志强后壁，趁因交钱的时阵，我就甲七号叫回来。交钱的所在，无一定是压人的所在。你看不到只有是要救人。搁再讲，就算讲只有在场，你敢有100%的把握袂去伤到七号？你这样想去，七号敢阁有命通转来？这么重要的代志，免麻烦你，一定要亲身来走一撮才用的。七号才是有人绑票，而且绑匪几个月先摕100万。我唔对，所以我随来找你斗相共。请你替我送钱给我。余德社长，这重要的任务，你啥时要找？这是绑匪提出的要求，而且因阁不准我身边的人送钱过去。经过我慎重考虑的结果，你上适合，而且带来我信任，会当替我完成这件代志。好，我去。我就知影，只有无白交你这个朋友。我本来就真欣赏你的为人甲才华，即马更加肯定。等只要平安倒转来，你随时来找我，我会好好甲你栽培。余德社长，你误会我会答应，不是要贪图你好回报。七号不但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嘛甲伊当作家己的亲小妹共我咧看待。伊有困难，我当然尽量斗相共。若其他的代志，无伫我考虑范围。对了，所以我应该安怎做？不用。嗨，这袋仔内面100万的现金，甲只有退还3块。还有，这个手机啊是绑匪放在阮厝的信箱内面，因会敲这个电话甲你联络，一切照因的指示。我会随时待命，一定甲钱送到到。多谢，一切拜托。向点到湾，一直开。
踪，你嘛较差不多，叫多后壁做。你这摆唔通误会，绝对无这种代志。你甲我装笑的哦！你家己处理后壁车，等下我甲你联络。喂喂！你第来要创啥？你听我要创啥？若相对我发现，我对来就唔好啊！伊早就发现你对了，你紧转去。你凭啥物甲我转？这是我的小妹，我的未婚妻，我比你更较有资格去救伊啦！让我遐歹人，敢从我一个人去？你若是地去，顶到去害着死哦！到时阵我是要来向伊多写做交代。莫摕阮倒上交啊！敢我连你爸爸话你都唔听？好啊！即马我第一家就是我做主啦。同意。彭志强。不准有的！我就唔相信你敢开枪。我袂杀你，你若想必要，我会拍断你的脚骨，唔是你就试看觅。罗金友，说笑我！不准有的！喂，我应告。我甲你后壁啊，100万咋来袂啊？几点钟？你真神哦！真神，我你救命咧！哦，你大家咧讲救我，哦，教演大会，哇，拢差你赢，多边啊！真神，真神，真神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不过真可惜，咱今日爱办正经代志，啊无啊，我会请你啉咖啡吃牛排。这敢是你的做主？有眼光，一看就知我是老大的，这拢爱听我的。你免叫生惊，大家拢来求生存的。100万确实伫袋仔内底吼。100万伫遮，你点者无？真心袂晓骗，我相信你。若讲100万的物件，较用在大卡的袋仔底，你内底搁放啥？除了钱以外，拢是笑退换衫裤。啊！笑小姐有交代讲爱甲炸伊的衫裤，我头一遍红绑票，上紧中线袂记咧讲。好加载，你有加载啦，无吼，伊这大小姐使性低落到底，我这声就搁头壳听。多谢多谢。即摆拜托你配合一下，什么边啊？吼，边啊？哦，对。我一直笑。你真神啊！你用这头车步的，还专家。慢点走，去救车。唔免走火哦，去。志强，志强，志强，你该安怎啊？志强，志强，是啊，伊有对你安怎？应该无听伊大打。对啊，阮较有迄个打啦。哦，阮拢甲当阿嬷咧思考，拢嘛唔敢一点点仔台湾着。你哪互伊人来食啊？是你爸爸爱我摕一来互伊。来，你先起来。即摆钱你已经收到啊，我是毋是会当甲人创造？啥？才100万尔，你就要甲人创造？啊，打这阵仔钱都要无够通，我洗喙齿芳，我笑死啊！
若无安尼，我留落来做人质，甲七号交我，你互伊先走。我知影你是正神啊，嘿，啊你敢知影你的身价是要甲只号小姐比啊？伊是值100亿的呢。恁倒上，即摆当咧装100亿要救你。想要甲阮倒上生活来，啊，搁有我。对啊，恁倒上足爱你的，啊我是足爱钱的，啊不如咱大家好好配合一下，个人得个人的，啊咪真好。你用绑票查某囡仔，恐吓手大要共讨钱，我看你根本就是个出啊！啥？你骂我是出啊？你拢毋通听人讲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。出门在外，没钱是不行的。我做爱钱的是唔对哟，你目睭无上暗的。阮7个兄弟是有仇必报，你拄则穿看安尼比，我已经做袂爽啊！是代念讲，你摕这钱来，啊搁牵成我签赌赢缴的正神，我暂时甲你这条命寄咧壁顶。啊若无好，啊若无你是要安怎？我无讲要安怎，拜托讲话较细声啊！我警告你哦，你若搁甲伊卡着，我绝对袂帮你耍。哎呦，我看你那像去闪着正神的顶八卦哦。那阮上桥兄弟佚佗改阿里去啊，通配合像你这种痴情的女性，安尼啦，你答我一个条件，我就无为难你安那好。什么条件？你讲啊。你即摆是咧怪我有眼无珠，看人袂清。我是担心彭志强的能力无够，会辜负着岛上对伊的期待。我做事这到底是啥？这大发财的计划，就是你想出来。你即摆出卖我，但你嘛要做电视。有才让你恐吓，这种代志若是传出去，我是免我跟人徛起。你做啥物拍算？为今仔日开始，我要行家己的路，啥物人拢袂当甲我阻挡。